有19届历史的贡寮海洋音乐节无被办啊，会转型做雏影甲露营的在地活动。环保局强调，这音乐演唱会会选去交通较利便的淡水、渔人码头或者是大都会公园等等的所在。贡寮在地业者也伫咧烦恼讲，若准无大型活动，因的生理会受到影响。新海岸听音乐是侪少年人的热人基地。孔寮海洋音乐节是国内不少规模的独立音乐盛会，当年拢有真侪乐迷来捧场。不过最近新北市政府讲要改做雏影露营的在地活动，民众拢讲真拍算。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来，几乎每届都有来了，有点可惜，对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音乐季了，对啊。这边就已经办得很成功了，怎么忽然间就停掉了？这都很可惜啊。因为相关的交通还有腹地嘛，那但是我们8月份会在我们新北大都会公园还有淡水的渔人码头去办独立音乐的这个活动。杨宗明讲，不是停办，是换所在，会伫捷运便利的渔人码头、大都会公园等活动舞台举办。林雅立委批评活动持续20年，真无简单。不过校友伊一句话，落新北人的一体基地，防抹消气，用创意决策消灭台湾文化，甲台湾流行文化拔卡拔手。当地店主讲，停办海洋音乐节会对生理造成冲击。当初疫情已经快3年了，3年，我们快饿死了，真的。好不容易等到音乐季又停办，一天至少少了10万吧。办是对这个地方是好啦，但是他们要这样决定也没有办法。重点就是长期都是有客人来啊，有人潮才有钱潮啊。关旅局讲，孔寮更较适合举办结合在地特色的旅游活动，会伫5月20起到6月期间，和在地店头家合作，结合当地山海的自然环境，举办雏影露营等，过来结合后龙沙雕节，举办一系列的在地活动，助力观光的活水。记者综合报道。